如果人生淨係可以揀幾隻 game， 之後就唔可以再買其他 game 玩，騎馬與劈殺2一定係其中一隻我一定會揀玩落去嘅 game。騎馬與劈殺2係一隻中世紀戰爭模擬器，你可以招兵買馬，然之後呢啲士兵就跟住你衝鋒陷陣。呢度講嘅招兵買馬、衝鋒陷陣唔係好似三國志咁樣，你係確實會帶住你嘅兵馬喺確實嘅戰場上邊控制你嘅士兵去對戰。但係呢，就唔似以前嗰個三國志大戰咁樣，你咁容易控制成隊人想去邊就去邊。你只可以大概輸入個指令，然之後呢相關部隊就會行去嗰個位置，然後你就可以輸入唔同嘅指令，令佢排成唔同嘅陣式。例如我自己咧就最中意叫啲步兵啦結成盾牌陣，然後就排向前線，跟住咧啲工兵就喺後邊瘋狂輸出，騎兵咧就會跟住我，見到對方圍攻我嘅步兵嘅時候，我就會帶住我啲騎兵咧衝去對方後排。佢呢度唔同嘅陣式咧，亦都真係會有唔同嘅作用嘅喎。例如我用嘅步兵，如果我一早去控制咗佢哋去開盾牌陣，佢哋行去前線嘅時候嘅步速就會好慢。但係如果用其他陣式去行嘅話咧，佢嘅移動速度就會提升。當你發現啦，你自己嘅行兵布陣真係可以以弱勝強嘅話咧，其實嗰下你係好有滿足感㗎。假設啦，當你覺得行兵布陣真係好鬼麻煩啊，其實咧你都可以隨意叫你自己啲士兵去衝鋒㗎，然後你就可以控制自己個角色啦，就好似玩三國無雙咁樣殺敵。但係咧呢度同三國無雙唔同嘅喎，近幾年嘅三國無雙啦，啲小兵真係對你完全係冇威脅㗎。但係呢隻 game 咧嘅小兵係絕對有機會殺死你㗎，就好似玩舊式嘅三國無雙咁樣。如果你玩到最高難度嘅話咧，其實啲士兵都係可以對你好大威脅㗎。咁呢啲咧就係我最中意喺戰場上面嘅實感，每一個人每一個小兵都係主角嘅感覺。咁當然啦，你都可以調低難度嘅，咁斬瓜切菜都係話咁易。呢隻 game 咧一開始你會由一個孤身一人開始㗎，然後你就會由慢慢10幾20個人嘅小部隊啦，隨住你嘅經驗值提升咧，就可以慢慢開始聚集到100幾200人。你慢慢一開始由打山賊啊、海賊等等，慢慢變成可以對戰人哋成個帝國，甚至後期你都可以創立自己嘅王國去一統天下。咁而家除咗去打陸地戰之外啦，其實甚至亦都有攻城戰，而家亦都出埋 DLC 咧，可以打海戰㗎。所以中世紀嘅對戰真係應有盡有。咁咧海戰嘅話，你可以揸住自己架船啦，撞散人哋架船，然之後咧就睇住人哋架船爛咗，跟住你就可以上去瘋狂劈殺。如果真係要講呢隻 game 嘅缺點，我會覺得係新手時期有機會比較沮喪㗎。真係老過嘅山賊可能10幾20人啦，但係你孤身一人嘅時候咧，真係好難去以一敵十。更何況你係一個新手，連熟習系統都未識嘅時候，跟住咧你就會俾啲山賊俘虜捉咗去。如果你捱唔過新手階段嘅話咧，真係好難享受呢個遊戲嘅樂趣㗎。另外其中一啲咧就係遊戲枯燥嘅位置，就係呢度嘅電腦嘅 NPC 咧，有時都幾醒目㗎。例如啦，你嘅部隊有100人，佢嘅部隊得50人，你想同佢開戰咩？佢會喺大地圖不停咁逃走，唔同你打。而佢嘅移動速度，因為人少過你，所以又真係行得快過你，你一路追極都打佢唔到。但係當你得100人嘅時候咧，遇見到啲150人嘅部隊咧，你覺得打唔贏，佢就會係咁追住你嚟打㗎喎。咁反而咧就好少遇到一個場合，就係我同佢實力差唔多互相對戰嘅場合。更多時候咧都係以弱打強啦，或者就係頭先咁講以強打弱。但係當你好強去打人哋好弱嘅時候咧，其實呢啲打鬥我就會開自動對戰，但係久而久之咧就冇咗呢隻 game 嘅當中嘅樂趣。但係咧以弱勝強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係有一個方法嘅，即係例如我可以選擇入咗戰場同對方對陣啦，例如我得100人，對方200人嘅時候咁樣開戰。咁當我發現打得贏嘅話，我就可以繼續去劈殺啦，控制士兵去擊殺對方。但係當我發現損失到我係高過對方，真係唔夠打嘅時候咧，其實我係可以選擇提前撤退嘅。咁呢個時候就要犧牲一啲士兵啦同埋資源，咁樣主部隊咧就可以撤離戰場，而自己咧都唔使俾人俘虜。咁因為如果你俾人消滅殆盡嘅話咧，你身上嘅資源啦會幾乎俾人拎晒，然之後咧因為你自己有幾日會俾人俘虜咗啦，就失去咗自由。
最麻煩嘅係你要由零開始再重新招募士兵啊！咁即係換言之，之前見到你就會避開你嘅山賊啊，或者20幾30人嘅小部隊呢，以前見到你係避開嘅，而家見到你呢會追住你打。咁因為你冇晒士兵嘛，佢哋追住你嚟打，你又走唔甩，你又再俾人捉，無限地獄嘅循環。咁所以呢，如果你有翻你啲小部隊嘅話呢，咁至少少於你嘅部隊，即係例如你可能都有50幾人、20幾人嘅小部隊就唔會追你啊嘛。咁所以呢方面呢就會比較重要嘅。咁啦，呢隻 game 咧其實都有主線嘅故事可以玩嘅，但係呢，我自己呢玩主線模式呢就未爆過機，主要都係玩自由模式居多嘅。另外呢，佢亦都有多人模式，但係多人模式呢就唔似佢單機嘅玩法啦，而係自己充當一個小兵啦。咁幾十個人呢就分為2個陣營互相對戰，反而個感覺呢就似中世紀嘅 CS 版啦。單人模式呢，如果你唔中意喺大地圖經營嘅話呢，其實佢仲有另外一個模式㗎，即係你就唔使招兵買馬啦，你直接呢可以設定雙方嘅陣營嘅士兵嘅數量啦，同埋自由設定你嘅戰場，跟住你就可以控制其中一方同對方開戰，考驗你嘅就喺戰場嘅實力啊，控兵嘅技術。騎馬與劈殺2未必係一個面面俱圓嘅遊戲，佢當中呢亦都有啲惹人詬病嘅地方，但係呢，佢同時間呢亦都真係一個精神時光屋。我唔會成日玩佢，但係當我玩佢嘅時候呢，不知不覺呢就用咗成日嘅時間。所以話要講呢一隻 game 值唔值得玩落去，我個人覺得係100% 值得嘅。咁今次嘅評論呢，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。如果你都睇到嚟呢一度，你覺得條片係幫到你嘅，不如俾個 like 我，或者 share 我段影片啦，甚至可以留低你嘅想法。我係超主觀遊玩評論室嘅李奧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